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咁咧就主席，我就有一個問題同一個意見嘅。咁首先睇到咧，即係局長上任以嚟咧，的而且確有一番新嘅景象啦。咁喺各方面呢方面都有好多嘅進展。咁而睇翻即係我哋旅遊發展局呢個嘅計劃啦嚇，咁其實都好全面，同埋嗰個成個邏輯啊都各個方面都考慮周詳。咁我首先有一個問題咧，係想問一問嘅，係一個關於統計上邊嘅。因為咧，我哋而家就睇咧，主要咧就係睇嗰個入境嘅遊客嘅數字，咁都係由嗰個即係入境嘅數據去drive 出嚟咁樣。咁但係隨住我哋即係同成個大灣區融合，而家好多客咧，其實係即係可能就係經香港可能留幾日，跟住咧就去即係大灣區嘅城市，跟住咧佢可能再經香港就走㗎啦。咁如果係出現呢種情況嘅話，我哋會唔會其實變咗統計上邊其實變咗出現咗同一個遊客，即係佢出現咗2次入境咁嘅情況咧？咁當然啦，如果佢係即係話佢嚟再翻嚟嘅會逗留嘅，咁當然係即係都係符合我哋呢個統計嘅原意啦。咁但係如果萬一佢可能屬於一啲路過嘅，佢可能就入境跟住即刻即係經香港就來回機票喺香港機場咁就飛走，咁會唔會就係即係變咗重複計算咁樣嘅情況咧？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其實就係都希望即係可能會唔會都可以考慮開始展開一啲。因為我哋睇到個計劃裏邊都講到，即係我哋香港嘅天然美景啊、離島啊、海島啊等等啦，咁的而且確係好即係吸引人嘅。咁其實喺多次會議咧，包括主席啦、我啦，同埋好多議員同事咧都提過，就係會唔會都可以選定或者係開始研究揾一啲嘅小島適合嘅，係做一啲嘅開發，可能成為一啲 resort 啊咁樣呢一類咧，咁都希望會唔會係盡快可以開展呢方面嘅研究咁樣，可以同市民多啲解釋。好，唔該，主席。局長，主席好快答一答李議員第二個問題，係會嘅。我哋手頭上都會有一啲嘅想法咧，就係有一啲嘅地方可能係合適作為一種嘅即係隱世式嘅度假嘅即係設施。咁我哋都會去研究嘅。咁呢個係可以肯定咁樣答李議員。至於嗰個統計或者係會唔會重複計算嗰度，我請程總博士去答一答。其實咧就全球做呢啲旅客嘅數字咧都會有咁嘅問題嘅，都可能有一個重複嘅。咁譬如你喺香港入境，跟住喺香港就再去到大灣區。嗱，尤其咧喺疫情前咧，有好多年嘅時間咧，我哋有好多嘅台灣旅客咧係入境香港，跟住喺香港再坐車去東莞。咁呢個咧數字係非常之多。咁亦都即係，但係而家疫情之後咧，呢方面係減少，但係啱啱我哋亦都喺呢幾個月見到咧，就係由於內地嗰個放鬆咗嗰個即係簽證嘅安排啦，或者係過境免簽啦，咁所以亦都做到咧，亦都多咗人咧係經過香港呢一個旅遊樞紐，不管係即係空運或者係坐航空啦，或者係海上啦，係經香港再入內地，或者係內地嘅朋友咧經過香港旅遊，或者係再搭飛機走咧，都係好多。咁呢個即係重複計算咧，係亦都唔可以話重複計算，咁佢始終咧係嚟到香港。咁呢個好多地方都有嘅，譬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啊等等都有呢咁嘅比較。但最緊要就係我哋係同期咁樣去比較今年、舊年或者今個月、上一個月，咁我哋咧嗰個基數咧都應該係差不多㗎。唔該。